近日，香港娛樂圈又起風波，一則關於香港視帝歐陽震華突然腦溢血昏迷嘅消息，令全城震驚。據知情人透露，歐陽震華喺拍攝現場突然倒地，經過長達12個鐘頭嘅緊急搶救，先至從死神手中搶返條命。而更令人震驚嘅係，醫生喺搶救過程中痛心疾首咁表示，歐陽震華竟然隱瞞咗自己患有高血壓長達20年嘅事實，堅持帶病拍戲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即刻喺香港，甚至整個華語娛樂圈引起軒然大波。時間返到上個禮拜一個普通嘅工作日，歐陽震華正喺度拍攝一部新劇。據現場目擊者描述，當時拍攝進行得好順利，歐陽震華嘅狀態都看似同往日一樣精神飽滿。然而，就喺一場激烈嘅對手戲結束之後，歐陽震華突然面色蒼白，身體搖搖欲墜，最終倒喺咗片場。我當時就喺隔籬，睇到佢倒落嚟嘅時候，整個人都懵咗。一位唔願透露姓名嘅劇組工作人員回憶道：我哋即刻打咗急救電話，同時開始對佢進行簡單嘅急救措施。但歐陽震華嘅情況睇起身好唔樂觀，佢完全冇意識，呼吸都好微弱。救護車好快趕到現場，將歐陽震華緊急送去咗附近嘅醫院。據醫院方面透露，歐陽震華被送到醫院嘅時候，已經陷入咗深度昏迷狀態，血壓異常升高，初步診斷係腦溢血。搶救過程異常艱難，醫生們迅速展開咗緊急手術，嘗試清除歐陽震華腦內嘅血腫，降低顱內壓。手術持續咗幾個鐘頭，期間醫生們多次下達病危通知書，令守候喺手術室外面嘅家人同朋友心急如焚。喺手術室外面，歐陽震華嘅老婆傅潔嫻幾乎哭成咗淚人，佢緊握住醫生嘅手，顫抖住簽下咗病危通知書。呢一刻，佢好似感受到咗前所未有嘅絕望同無助。我當時真係以為佢會離開我。傅潔嫻事後接受採訪時表示，我根本唔敢相信呢一切係真嘅。佢平時睇起身咁健康，點解會突然變成咁樣？經過長達12個鐘頭嘅緊急搶救，歐陽震華終於從死神手中搶返條命。然而，當醫生走出手術室，向家屬們通報病情嘅時候，卻透露咗一個驚人嘅秘密。佢隱瞞咗自己患有高血壓長達20年嘅事實。醫生痛心疾首咁講：如果佢早點話我哋知，或者我哋就可以採取更有效嘅預防措施，避免呢次悲劇嘅發生。呢個消息好似晴天霹靂，令所有人都震驚不已。歐陽震華作為香港娛樂圈嘅資深演員，一直以來都以敬業著稱，點知佢竟然會為咗拍戲而隱瞞自己嘅病情。隨着歐陽震華病情逐漸穩定，關於佢隱瞞病情嘅秘辛亦都逐漸曝光。據知情人透露，歐陽震華喺拍攝現場一直都好拼命，經常連續工作10幾個鐘頭，甚至唔理自己嘅身體狀況。佢真係個拼命三郎。一位同歐陽震華合作過多年嘅導演表示，有時我哋勸佢休息一下，佢總係笑住話冇事。依家睇嚟，佢可能真係喺度硬撐。而更令人震驚嘅係，歐陽震華竟然喺患有高血壓嘅情況下，仲堅持拍攝咗一些高難度嘅動作戲。據內部人士爆料，喺拍攝某部古裝劇嘅時候，歐陽震華曾經喺一場打戲中唔小心受傷，但佢卻堅持完成咗拍攝，冇話俾任何人知自己患有高血壓嘅事實。佢當時真係好勇敢。一位劇組武術指導回憶道：我哋後尾先至知佢患有高血壓，如果當時知嘅話，我哋絕對唔會俾佢拍咁危險嘅戲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即刻喺香港娛樂圈引起軒然大波，網友們紛紛表示震驚同誤解，認為歐陽震華為咗拍戲而犧牲自己嘅健康實在唔值得。為咗還原歐陽震華搶救現場嘅驚心動魄，我哋特地採訪咗當時參與搶救嘅醫護人員。據佢哋描述，歐陽震華被送去醫院嘅時候，情況已經好危急，佢嘅血壓異常升高，腦內嘅血腫都好大。一位參與搶救嘅醫生回憶道：
我哋當時即刻展開咗緊急手術，嘗試清除血腫並降低顱內壓。手術過程中，醫生們遇到咗重重困難。歐陽震華嘅病情比佢哋預想嘅要嚴重好多，腦內嘅血腫位置好深，手術難度好大。我哋當時真係好擔心。另一位參與搶救嘅護士表示，佢嘅生命體徵一度好微弱，我哋甚至做好咗最壞嘅打算。然而，經過醫生們嘅不懈努力，歐陽震華終於挺過咗呢一關。當佢從手術室被推出來嘅時候，所有人都鬆咗一口氣。喺歐陽震華搶救嘅過程中，家屬們同醫生之間嘅對話都充滿咗焦急同無奈。據傅潔嫻回憶，當時佢幾乎哭成咗淚人，不停咁向醫生詢問歐陽震華嘅病情。醫生，佢到底點樣啦？傅潔嫻焦急咁問道。我哋仲喺努力搶救中。醫生回答道，佢嘅情況好危急，但我哋一定會盡全力的。時間一分一秒咁過去，傅潔嫻嘅心情都越來越沉重。佢不停咁祈禱歐陽震華能夠挺過呢一關，重新返到佢身邊。你一定要醒返啊！傅潔嫻喺手術室外面大聲喊住，我哋都需要你啊！幸運嘅係，經過醫生們嘅不懈努力，歐陽震華終於挺過咗呢一關。當佢從昏迷中醒返嘅時候，睇到守候喺病床邊嘅家人同朋友，佢流下咗感激嘅眼淚。隨着歐陽震華病情逐漸穩定，關於佢隱瞞病情拍戲嘅爭議都愈演愈烈。一方面，有人認為歐陽震華嘅敬業精神值得提倡，佢為咗拍戲而犧牲自己嘅健康，實在係好勇敢。另一方面，亦都有人認為歐陽震華嘅做法好唔負責任，佢咁樣做唔只係對自己唔負責任，更加係對家人同粉絲唔負責任。我諗歐陽震華嘅敬業精神真係好值得提倡。一位歐陽震華嘅忠實粉絲表示，佢為咗拍戲而犧牲自己嘅健康，呢種精神真係好令人敬佩。然而，亦都有人對此持唔同意見。我諗歐陽震華嘅做法好唔負責任。一位醫療專家表示，佢患有高血壓，仲堅持拍戲，唔止係對自己嘅健康唔負責任，更加係對家人同粉絲唔負責任。如果佢喺拍戲過程中出現咗意外，咁後果真係唔敢想象。呢個爭議都引起咗香港娛樂圈嘅廣泛關注，好多明星同導演都紛紛發表咗自己嘅看法，認為演員喺拍戲過程中應該更加注重自己嘅健康同安全。隨着事件嘅不斷發展，關於歐陽震華背後嘅故事都逐漸曝光。據內部人士爆料，歐陽震華之所以會隱瞞病情拍戲，其實係因為佢對演藝事業嘅熱愛同執着。佢真係好熱愛演戲。一位同歐陽震華合作過多年嘅導演表示，佢覺得自己仲可以繼續演落去，就唔想因為病情而放棄自己嘅夢想。此外，仲有知情人透露，歐陽震華喺拍攝過程中一直都好注重細節同表演效果，經常為咗一個鏡頭而反覆琢磨同嘗試。佢真係個好敬業嘅演員。一位劇組工作人員表示，佢對待每一個鏡頭都好認真，總係希望能夠做到最好。然而，呢種敬業精神都俾佢帶嚟咗唔少嘅壓力。據內部人士透露，歐陽震華喺拍攝過程中經常需要服用降壓藥嚟控制自己嘅血壓，但佢卻從來冇向任何人透露過自己嘅病情。歐陽震華康復曙光，盼熒幕再綻風采。經過長達數週嘅精心治療同護理，醫院裏面曾經彌漫嘅緊張氣息逐漸消散。歐陽震華嘅病情喺醫護人員嘅全力救治下，終於得到有效控制。之前佢因為突發腦溢血陷入昏迷，生命垂危，家人守喺病房外面心急如焚，醫護人員則喺病房裏面爭分奪秒。依家佢漸漸恢復意識同活動能力，喺家人嘅陪伴下，開啟咗漫長嘅康復之旅。為咗幫助佢更好咁康復，醫院組建咗專業團隊，為佢量身定製咗涵蓋物理治療、語言訓練、心理輔導等多方面嘅康復計劃。物理治療室裏面，治療師悉心指導佢做肢體訓練；語言訓練嘅時候，
佢努力發聲，雖然艱難，但從來冇放棄。心理輔導中，佢逐漸調整心態，重燃信心。康復過程中，歐陽震華展現出驚人嘅毅力。佢積極配合治療，每一項訓練都全力以赴，哪怕汗流浹背、身體疲憊，都咬牙堅持。佢深知樂觀心態對康復嘅重要性，努力調整情緒，用笑容面對困難。我真係好感謝醫生同護士們嘅照顧。歐陽震華虛弱但堅定咁講：我會努力康復，早日返到大家身邊。隨着佢逐漸康復，全港媒體同粉絲都密切關注住佢嘅動態。社交媒體上面滿係粉絲嘅祝福同期待，大家盼住佢能夠早日重返熒幕，帶嚟更多精彩嘅表演。歐陽震華突發腦溢血昏迷，唔止震驚全港娛樂圈，亦都引發大眾對演員健康同安全問題嘅關注。演員為咗作品付出好多，承受住巨大嘅壓力，雖然敬業可嘉，但健康同樣重要。希望歐陽震華能夠早日康復，重返熒幕，繼續用精湛嘅演技為大家帶嚟歡樂同感動。